性别意两性奥，大家好，我是碧纯，带你一起来了解现代性别多元平权观。那讲到性骚扰呢，因为有相关法令已经都有了，所以呢，我们被性骚扰的人呢，有了明确的保障但是有一些人被人家告性骚扰，而且呢，最重要的是说，他还不知道自己性骚扰到了什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性平专家，还有我们的法律专家，来跟观众朋友说明哦。好，那一开始一样来介绍我们今天到节目当中的贵宾。首先欢迎万福法律事务所创办人许世选律师。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欢迎长隆大学大众传播系的助理教授张英韶老师。大家好，我是张英韶。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昆山科技大学幼保系的助理教授王美琴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昆山科大王美琴。那我们现在直接进入主题喽。那我们平常常听到这个性别三法嘛，那我们这个除了谈性别平等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常会讲到这个性骚扰。好，那讲到性骚扰呢，到底要怎么样来定义这个性骚扰呢？请教律师。我们先从法条来看法条比较拗口一点简单来讲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别人对你提出的性的要求，或者说他的言语含有性的意味，然后里面带有歧视，让你感受到有一个敌意，或者被胁迫，或者被冒犯等等这种情况，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的话就是遇到其他人对你提出这个性的要求，然后作为一个交换条件，交换条件就是很可能就是在职场中的话是，比如说可不可以休假，可不可以升迁。对，作为这个通通都构成，这个都构成性骚扰的行为，是。其实性骚扰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常常会遇到，对不对？所以这个性骚扰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案例？我们先举几个例子来让观众朋友了解。来，英韶老师。哇，这真的可多了。如果说像这个我自己在学校有遇过。包括这次性工法里头特别提到的不当凝视，但是是发生在学校里头，因为呢，就学生说老师色眯眯的看着我，色眯眯。对，那老师说没有，我不是特别要怎样看着他，实在是他都会引发我的创作灵感。对，那所以我只要看着他走过，风轻拂过他的秀发。微风扫过她的裙摆，她走路的样子就会让我有满满的那种创作的那个冲动跟那个创意无穷。可是女生就觉得这个老师怎么老是在看我？对啊，对，这个也是一种我第一次遇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可能我们不需要什么艺术创作灵感，所以我自己没这个感受。那结果就变成叫色眯眯的眼神，色眯眯的看。所以一般我们就讲到说不当的摸啦、不当的言辞啊，或者是不当的要求跟性，还有跟这个一些性别有关的，都会是我们会讲到的性骚扰。可是你看眼神，所以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要注意不当的凝视都要很小心。对，就你不当凝视人家就越看说你怎么用那种很色眯眯的眼神在看我呢？对，所以你自己觉得说你只是在欣赏啦，或者是说你有这个创作的灵感，但人家不是这么想的哇，这时候可能就会被人家告性骚扰。好，那我们也请美琴老师来谈一下个案好了。是，主持人，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不当凝视我都觉得在学校的一个机会实在是太多了哈。像我的学生也会跟我讲说，老师，在我的班级在上课的时候，常常有一个同组的一个男同学，每次经过我的座位的时候，都要摸摸我的头发，那摸一下，然后就会讲一句说：“你好可爱哟。”这又不是小狗可以这样乱摸吗？我说，那你有没有什么反应？他就每次都，我的同学就会看了他一眼，
然后就不做任何的一个口语的制止或是动作，因为是同组的同学，你看我们的女同学还是有很多是会非常的担忧，而且她都觉得，才刚开学而已，我还要跟她合作到学期末，对，如果已经打坏关系，那我这一份报告是不是0分了？对啊，这个真的是，可是我觉得这个女同学应该也要勇敢的讲说，这可能让我觉得不太舒服哈，以后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你可以称赞我很可爱就好啦，不用来摸啊，对不对？对，有。那可是我就觉得男生好像一定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尤其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动作说，很可爱哦，这样等等之类的。你来了，停一下，不能说男生。人家女生有的会给人家这样蒙着，当然，只是在我这样子，对，只是听到我这个案例啦。女生跟女生摸也不行，也不行哦，不是男摸女或女摸男，没有，女摸女，男摸男也不行，对，女生摸女生也不行啊。那这个其实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案例哦，是职场上的，他们是烤肉啊，联谊。那就是假日的时候有节日，然后公司大家一起联谊烤肉，烤肉就喝得有点茫。那女孩子就说她要先回去宿舍休息，结果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2个同事就扶着她回去。那喝醉酒了，走路可能软软的嘛，那人家搀扶了她以后呢，结果她就一直觉得她一直被摸到她都醒过来了。对，然后你问他说是男生摸还是女生摸，他说2个都一直摸我。都一直摸哪里呀？因为撑他的时候，他就撑住那种摸的动作。对，撑在腋下，然后一个撑左边，一个撑右边。他说他们都一直在摸我，一直在摸我。就后来也是提告，2个都告啊。他会不会自己？我是新闻就然后自己那个感觉怪怪的，可能吧。那因为新闻都这样，后续事件我们是不晓得。但是就是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喝醉酒，不然把他放在路上让他睡觉嘛，到天亮。对啊，但是这也有可能说是他自己喝醉酒了，然后很忙的时候，那个到底人家是扶你还是摸你，就是自己的那个神经感觉不太，可能就不太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讲到这性骚扰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还是要教每一个人自我防护的意识啦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这个要不要讲出来？刚刚美琴老师说的，我要不要去讲出来？还是我要隐忍？那像刚刚这个这个喝醉酒的，其实有时候在公共场合里头喝醉酒，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高风险，所以其实还是要懂得保护自己。对，那可能好心去扶人家的，被人家讲说性骚扰是一回事我有一个朋友那个一个妈妈，她也曾经跟我分享过她女儿的经验这个念的是建筑系，那建筑系到最后这个设计其实都要花很晚的时间，而且他们画图都会画到很晚。然后她就说她女儿呢，回家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男同学就会说这个半夜2、3点也没公车啦，即使有公车，你一个女孩子很危险大家都是同组的同学嘛，他想说我载你回去，那他想也不假于他，也不会想太多嘛，那就想说都载他回去，而且都是顺路嘛，因为住在外面的房子。可是呢，那个女生女同学就跟他之后跟他妈妈讲说，到最后他都不想搭他的车了，因为一旦这个搭上摩托车的时候，男同学就会主动去拉我那朋友女儿的手，就说你要扶着我，否则这一段路很危险。每次，而且现在半夜就车速都很快，你要你要抱住我的腰，这样子。理由很充沛就对了。对了。性骚扰真的很难界定，所以我们要请教律师这个性骚扰通常发生在什么样的场域啊？举一个例子啦鲁滨逊漂流记，它飘到一个荒岛上面去，这绝对不会发生性骚扰的问题它顶多去骚扰那只海龟嘛所以性骚扰就是发生在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简单讲，人跟人互动的越密切，距离越接近，然后时间拉得越长，这种发生的几率当然就提高就是这个一个几率的问题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会发生性骚扰的地点热点办公室，办公室对，军队，
哈。哦，军队对啊，，因为他们24小时都相处，而且时间非常久。哦，办公室也是，上班时间从打卡的刷进刷退这段时间，你不能够随便离开，都要在这个场所里面跟这些人互动。对，哦，所以这些经常发生的地方就在这里哈。然后还有就是说，经常发生性骚扰问题哈，我们在我们的业务上来看，就会发生的时间点，就是说跟契约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订约，最后一个是验收。这2个关键时间点，最容易发生。为什么呢？你拿到订约的机会，你就后面就有收入，你就有这个职位。哦，在公司场所经常发生的就是在试用期快要届满，长官给你考核的那个时间点，这是一个发生的热点。还有另外就是一个工程快要验收了，验收了尾款就进来，你的这一次整个工程的收入才算是进到口袋。如果没有验收，把你打不合格，啊，这笔钱就掉在那边遥遥无期。所以这种压力跟诱因很大。哦，这个时间就是经常发生性骚扰的时间点。好，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说有这个模糊地带、模糊空间。对。哦，这个我可能要稍微花一点时间来说，稍微解释一下哈。性骚扰防治法刚刚通过，那个时候事实上很多申诉的性骚扰案件被认定说不成立。对，很多不成立的比例非常高哈。为什么？因为大家脑子里面都是刑事诉讼法的无罪推定原则，还有严格证据主义，在主导我们的价值。所以大家一般委员在审这个案子，都会想说，那你申诉人你要提出证据，但是这种很难有证据，很难，对啊。但是我们的性骚扰防治法，事实上它的规定说，你没有证据，委员要依照当时发生的情况来做判断。所以这个立法本身，它是跟刑事诉讼法在认定犯罪是不同的价值判断。对，好，所以渐渐的，就是这种性骚扰的案件开始受到一些委员开始受到专业教育之后，也开始认识到，事实上性骚扰防治，如果你采严格的证据主义的话，事实上很多人就可以逍遥法外。是真正确。找不到证据啊！我摸你一下是要怎么样去哪里？没有随时有人拍你吗？不可能，不可能。当然现在是到处都有监视器，到处都有手机可以角度还是有不一样。对，有时候还是很难呐，尤其是那种职场利用权势的那种，就是关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你的手机也不在身上，或者还有常常发生的地点就是在车子里面。对，一个驾驶人，那个受害者在副驾驶位置，车记录器，车上可能有，对，车上录到声音，可能有录到声音的话就可以举证了。所以这种情况对被害人是相当不公平。所以渐渐的那个参与调查的委员受到专业的训练之后，也知道说这一种要怎么去认定性骚扰有没有成立。好，所以现在大部分的话就是可以采取被害人单方面的指述，只要他的陈述是当时情境是合理的，人事时地物排起来都是合理的，然后被申诉人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实做合理的解释或者不在场证明的话，那大概都会成立了。大概都会。对，就是相当的仰赖被害人自己的陈述。当然除了被害人自己的陈述前后矛盾，或者说他讲出来的事实调查下去其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是比较少的案例了。好，那渐渐的大家这样知道性骚扰防治的调查方式之后，坦白讲，因为性骚扰跟性侵害它只是在程度上有时是一线之隔，有时候是跨越两方。今天性骚扰得寸进尺，隔几天性侵害就成立了。对，好，所以很多现在法官在调查性侵害案件，也受到性骚扰防治法这种采取证据，他不再坚持那种严格证据法则。所以如果性侵害案件被害人的陈述是合理然后被告他提不出反证的话，那我们只能说那就非常危险，犯罪可能就会成立了。
以前都会要求很严格的证据才能定一个人的罪，但是在性侵害案件里面，现在法院的采证事实上是蛮宽松的。好，这样子就有这短这几年有相当大的变化。这我真的要变化我们很多的被害人在当下，被行为人啊是吓呆了也吓傻了。然后像很多比如说以性侵害，你说要完整的保全证据，可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被害人，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洗澡。对啊，因为觉得很被侵犯的很不舒服，很脏，对，他第一个想法是他要洗澡。那反而你会想说，哈，在这种情况底下，情绪已经这么波动了，他还要稳定心思，说我要来采证，我要保留证据啊，我要怎样？我觉得这个是不合常理。那像刚刚其实律师有讲到所谓的这个性骚的调查，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说你今天性骚通常没办法有直接证据，但是我们会采取所谓的间接证据包围。包括就是所谓的其他人证，还有这个人他第一时间他是否有做一些情绪上的反应，或者有一些所谓的情绪上的分享。那甚至于像我们在调查的过程里头，为了要满足刚刚律师讲的，他有没有整个情境能不能合以陈述，我们甚至还会常常让他们是做绘图，对。用绘图就把现场的情况那个位置空间能够描绘出来，去回复到状况。那甚至于我们更严谨、更谨慎的时候，甚至于我们还会去看现场，跟这个整个状态，好像有些事情可能是发生在 motel 里面。那这个学生说这个是发生在什么位置、什么点？那我们也会去看。所谓的场景，它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那这时候我们在旁征博引的状态底下，我们会再进一步去推论，所以也不会说去真的去我们说去冤枉，然后被申诉的人，通常我们也会采取很多间接证据。这个案例其实在学校真的是发生颇多的哈，尤其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调查人才库的一个过程啊，我印象中就曾经有一个案例哈，这个男女朋友要提分手嘛，那男生要到女生住处要拿回男生自己，因为女生就说，你有些东西都放在我这边啊，我们分手了，你是不是应该要拿回去这样子哈？那结果也约好时间了，结果到现场，男生拿一拿之后，就跟女生讲一句说：“好歹我们也相处了两三年啊，来个 kiss goodbye 吧，哈。”然后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好，男生就强暴女同学，哈，又亲又搂又吻的哈，然后就说：“那我们要不然再来一次？”告别之作。对。好，那女生也跟他讲说不要这样子哈，那就是那一次是没有得逞啊，不过就是有一个这个亲密的接触啊，就是肢体上的接触了哈。那事后女生就告了性骚这件事情了啊，对，就告了哈。那男生也其实也都很冤枉，他说没有，我都已经要分手啦。来个抱抱，这不行吗？哈，他也没有说不行啊。好，那讲到这边呢，我们要请教律师啊，哈。那如果说这个性骚扰案哈，就是有人提出了，那可能后续会面临说和解嘛。那如果没办法和解，告到法院的话，它后面会是怎样的一个流程？一般呢，就是说有人申诉的话，就会进行调查嘛，哈。调查的话，就是相关人都会找来做笔录详细的笔录如果没有和解的话，如果被裁定性骚扰成立，好，然后性骚扰成立的话呢，根据性骚扰防治法有一些特殊的比较严重的性骚扰行为，它不只是一个行政上的责任，它还有刑事上要受到判刑比如说对于人特定部位的接触。刚刚王教授所提的那个案子，那个已经成立性骚扰的犯罪，因为它是身体特定部位的身体接触，那就成立性骚扰犯罪。好，如果成立性骚扰犯罪的话，那我刚刚有介绍过，现在法院的态度它是采取
那个性骚扰调查委员的调查报告，哦，他们几乎就是看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认定成立的话，这个调查报告本身就可以当成一个犯罪证据。是。如果这个调查报告成立之后呢，我们的建议啦，就是一定要赶快和解。哦，因为这种毕竟都是告诉乃论的案子，哦，赶快和解，哦，不然的话被起诉或者判刑的几率非常高，非常高，尽量寻求和解了。对，我看几乎很少有例外，只要那个调查委员认定性骚扰成立，然后这个案子被市政府维持住，那检察官就会根据这个调查报告起诉，那法院就会根据这个调查报告来判刑。对，是的，好，那我们讲到这边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法令啊，对被骚扰的人哦，其实都有一定的保护。但是呢，有些人他可能就很莫名其妙，为什么我会被人家告性骚扰？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英嫂老师？有啊。尤其像在比如说紧急事件的时候，比如说以学校来讲的话，就是导师在辅导学生的时候，然后在公司里头也有长官或前辈在安慰后辈的时候，那因为这个安慰的过程或辅导的过程呢，有时候常常就是比如说，哎呀，你就是一个弱女子啦，那你难免会遇到啦，哎呀，你下次不要这么笨呐，没有关系啦，这个女生嘛，职场本来就比较吃亏啦，或者甚会更进一步的过来拍拍你的肩，摸摸你的头，这种结果事后，通常这个被安慰或者要被照顾的这个人，他可能情绪没有得到疏解，他反而觉得连你都来欺压我，他觉得极度不舒服，他没有被安慰到。对，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提出的性骚申诉我自己看过还不少件。蛮多的哦，而且往往都在这种不经意之间，像这个我们的当然台湾的这个学校的位置都是排排坐，然后我就曾经遇过一个例子那女同学到最后告后面那一个男同学这个性骚，原因就在那个男同学每次在叫女同学要拿东西的时候，都是用手就直接抠她后面背后。以前我们小时候也会，什么事情啊？对不对？戳她背后。女同学都说你不要碰我，你不要碰我了哈。可是这个男同学还是没有那个敏感度哈，然后他都说没有啊，我就是这样叫他不是就已经叫很久了，那为什么突然之间他这个既然对我提出性骚这件事，男同学真的是觉得莫名其妙。所以就是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那律师如果说被人家告了你就说一般最好是和解，如果不和解，可能成立的会几率很高，对不对？那一般应该怎么做啊？我先举一个就是说模棱两可的案子因为曾经有一个案子在新闻上也有报道出来，就是一个游泳池的救生员，他看到现场有一位女的泳客好像发生溺水的状况，他抢救，然后跟他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到后来被告性骚扰。他性骚扰是指他跟他对，所以这个当然就是法律规定下去比如说我们的刑法杀人者死，但是呢，我们还是会经常遇到冤狱被枪毙了才知道哇，根本杀错人了，处罚错人了任何一个法令都会有这种情况当然我们不能去评断说这个案子到底是冤枉的呢，还是说他真的是利用这个机会，在假借这个机会，在对这个泳客来亲吻这个真的有时候很难判断了然后这个时候就考验调查委员的智慧了坦白讲这个那当然这种情况，如果说现场确实有发生意外，监视器调确实它不是假的意外，是真的意外，他救生人员照他的 SOP 进行抢救，我在想这个应该是可以，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叫阻却违法了，所以他确实有一个侵害的行为，但是他为了是要抢救另一个更重要的法律上要保障的生命，所以这个侵害行为是法律上所容许的。这个案例是比较特殊的那其他的案例的话，事实上就是
坦白讲，我们参与这种调查的时候，我们大概问一下就知道，心里有数了，有没有？大家这么有经验，一问就知道。只是这个程序要把它好好的走完。对，我就是要回应这个，像刚刚我有提到，比如说老师辅导啦、长官啊、前辈辅导，其实像我们去调查，因为就是你提出申诉是一回事，但是它构不构成，那是另一回事啦哈。那只是说这个历程是对被申诉人来讲辛苦，对被申诉的那个很辛苦。但是比如说像这种辅导案例啊，我自己经手的，就是最后我们判定性骚不成立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状态，真的是考验我们这种调查委员我们的训练背景还有我们的经验呐。对，我再做一下补充，就是说被申诉的人当然绝大多数接到这种通知的时候，他一定觉得莫名其妙，他根本没有这回事然后打死都不承认但是我还是建议就是说当我们接到这种被申诉的通知单之后呢，第一个一定要请教专家不要跟一些酒肉朋友去讨论这种事情。有时候越讨论是越糟糕，有时候一些馊主意反而会害了你最简单的就是你不要去理他，反正他没有证据啊。最经常遇到的就是这样子。好，现在新修正的法令已经规定了，不配合调查一次就是罚1万到5万之间的罚款。是累罚，而且累罚，你一次不来罚1万，第二次罚2万，第三次罚3万，就累罚所以这一套已经绝对行不通了不是说不要理他就没事，一定要找专家，然后找专家呢，务必一定要诚实的说明全部的事由专家才有办法帮你解套因为呢你隐匿了一些重要的事实因为很多人的习惯就是报喜不报忧嘛都讲对自己有利的，都讲对自己有利的所以如果你委任一个律师，他律师听你这样讲，相信你这样讲，说你根本是无辜的嘛好，那我们就去做无罪的答辩，我们全部都否认，结果去调查之后才发现事情根本是跟你之前讲的完全都不一样，律师也帮不上忙了。对，经常是这样所以建议就是找专家，然后要很诚实的把他所记得的事情详细叙述，律师才有办法去帮你判断说到底要怎么进行。很简单嘛，就是说我们判断起来就是说你这个情况性骚扰会成立，那我们就会建议就是说开始调查之前就尽量跟被害人和解，如果找得到的话，因为现在会有保护措施，没有办法去接触到这个被害人嘛，所以也可以透过一些被害人的同学啦、家长啦去联系一下，看能不能尽量去促成和解。好，有时候常我们遇到的就是被害人他只是要你道歉。要你承认，对，就可以很简单。结果你不承认不道歉，还说被冤枉的，那好像变成说这个申诉人是一个荡妇，他引诱你，然后又来告你，好像变成这样的感觉，所以案子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一定要找专家，一定要据实以告，专家才有办法帮你解套。对，没错。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3位来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呢，如果被告了以后呢，你应该就寻求专家的协助，然后要诚实的来说，才有办法帮你。好，再一次谢谢3位来宾，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那我们再会喽，拜拜。